今天要跟你聊一下独一藤。有没有古人来呢？沙丁。沙丁，真正的名字叫沙丁。阿美族的名称叫沙丁。沙丁。好。你知道名啦？沙丁，这里哪里都有这个我们马努马赛他们会自己去种。他们马达塞自己种哦，他自己种吗？还是野生的？自己种。一定要种哦。一定要种。我以为杜卡丁那种。没有野生的，他是自己去在就是五马。五马。老五马。老五马，它会生长在五马那边，还是在身上？在反正你的老五马。对啦，那看来啦。对了，那看那个地方好。按地那边种嘛哈，然后让它自己长出来。那个多久呢？可以种多久？反正就是让它自然长。自然长啊，就要拿的时候不要剪树，连根拔起，不要它还会要剪拔。哦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河边去捕鱼，那不是要连根拔起吗？对呀，但是它长得不是一根，是这样子。整个哦。整个，好几根，它从地上长出来就好几根了。哦，会长。开始长。会长。节，然后你要有一些给它继续长啊。继续长，然后就是需要的部分我们就砍下来，然后就是需要多少捕多少鱼，然后就拿多少。那个量，那个河有多大？河有多大，数量就多少。那像这样子的话，可以捕几条？没有作用。没有，就是他们都拿一大把这样。大把里面拿，整条河还是每个人？如果我们很多人拿到整个部落去的话，要几把？他们捕鱼就是有季节。有季节。那个季节是在什么时候？割稻完以后还是插秧完以后。割稻跟插秧哈。1年2季嘛。1年2季哦。不能每个月捕，每个月捕那个鱼就没有了。是哦，割稻跟插秧2季。他们一年可以捕2次。2次而已，哦，就以后。那个鱼还要给它长大哦，不是随便。没有啦，他们捕，就是这条已经捕了，然后再给它生长，把合金啊还要养大。还有很多鱼啊。不能随便自己捕吼，以前的时代，啥要把它？比较烂的，我那捕我那排队，然后铺顶上。哦，比较烂大家吃吗？大家吃。比较烂自己。家族也有。哦，那这一起就是分享。比如说当兵啊，丰收的时候，小孩子当兵啊、结婚啊都有啊。都有，可以下去用这个来捕。那个阿美族啊，阿美萨在不呢，其他的族会被使用。都有，阿美族啊。原住民都会使用哦，反正原住民他们都知道。都有，都知道。我都知道，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可以拿来捕鱼，大家都分享，因为以前都是原住民嘛。对，以前在地外啊，以前没有八卦网啊，只有那种三角网以外还小啊。因为除了一个家庭吃那个鱼才够了。用三角网家人，如果捕鱼的话，整村。整村啊，家族。家族跟整村都可以吃。那个渔获量才够。哦。就整个河里的鱼都给它麻醉啦，才会捞得很快啊。对，会一下子嘛哈，然后大家吃的才够，鱼量才会够。哦，那个意思不啦？鱼啊。哦。就是阿鲁嘛，他看多少鱼？对，我知道有啊，以前捡不完呢。不完啊。对，然后到早上还有不死的死，活的还是活的。好，以前是这样子。沙咖喱的才是不会活的，沙喱的它会
我你们可能那就是啦。你剪太慢了。那把这不来哪里跑？这个比较好啊。对呀，就是麻醉而已。麻醉而已，只是麻而已嘛，神经麻醉而已。现在的化学那个只是。毒死，真的是毒死。除了我们茶店里还有别的植物吗？它这不嘛？我们人物死，还有别的吗？只有茶店单单一种哦。是哦，没有别的了。没有别的，就是。难怪大家都要种，因为只有它啊。对呀，老人都会种。老人都会种。那为什么要用杜拉卡沙宾？为什么？就是其他的植物没有像沙丁可以把给它麻醉啊。就是独一等这个沙丁比较有效。就单单这个沙丁才会把你给它麻醉。所以。还有你才抓得到啊。才会抓得到哦。那它哪一个部分比较毒比较强？拉密的。根，就是根是在土底下吗？你那个是哪是？拉密打棒。对，打棒那里啦，这个是这个是我讲啊。就是它的打棒。从拉密上来的那一根。拉密上来的那一个，拉密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就把拉密。那如果拿起苗那个单，你说要怎么处理？就给它砍嘛。砍的话呢？就一节这样差不多。一段好，比较好拿。比较好拿，又比较好打。比较好。动。那用什么动呢？以前的人就地取材吗？比如石头。石头还有木棒啊，都可以啊。木棒跟石头。很用力的。鼓面一定要打烂吗？对啊，整个都像。软这样。马上你打，还是你敲的时候也要在水那边，还是独个头在放？独个的啦，它全部给它吹打。你按在那边不呢？然后再倒过去哦。是，把它拿弄，然后你准备一个脸盆来，放在水里，然后你让你把那个汁，不是把那个汁给它弄出来，给它弄。等它明打。你要先明到那边放水，然后这个打一打搅碎，然后放在脸盆那边，这样子给它扭。像洗衣服这样。像洗衣服这样。把那个汁弄到水里这样。然后呢，什么时候放？就差不多了，已经打好了。有水很多汁了。多汁了就放在那个水里这样。它不是一面打一面。没有，不行哦，一次放才有效哦。还有那个，还要有那个。他没有一直在水里打，这样的话那个水来了，它也没有作用。就那个麻醉的药一直流，不会很强。就不够。不够，它一次大概的，顺着那个流水这样，把那个整个都引到就跟着流水这样。那个整串的鱼就会就翻过来。整串的鱼就通到那个到那个是那个就麻醉了。麻醉了只是暂时麻醉嘛，10分钟嘛暂时10分钟而已。如果你太慢了。太慢抓的话，鱼就复活了。就抓不到，所以要准备很多，然后又火起来还不够亮，又继续，还是有的人专门在那边打，有的人。没有，一次就好了。一次就好了，就不要再下第二次。可能常试吧，等下知道那个量多少。麻醉它放的时候。还有测量过。下游它就放那个网。好，这里还那个网里面。拿那个打了给它这样子，那个水给它缩小。就这边放网。因为那碰到这个沙丁的时候，它整个都晕倒，就直接到那个网，直接在网那边就不用剪啦。那个水流。跟水流一起流到渔网里面，就到时候再把渔网拿起来。剩下的就自己剪。没有跟那个水流到下游，它是采用剪的。用剪的会这样慢慢跑到旁边来，就用手去剪了。那个这种比较方便吗？对我们原住民。
只有这个方便啊。只有这个比较方便。没有其他的。如果是那个渔网抓的比较有限嘛。有限啊，又时间又长啊。时间又长。那个独语的话，就一下子。对呀，准备那个老人他们。很多时间准备。对啊，有的时候他。也是。不干对。好了，对了。放在家里，不要给它晒太阳，阴凉啊，阴干的地方，你这里。差不多了，什么时候你要去用得到？就先准备，1个月前就聊天，耍来都拉得靠。时间差不多已经半年了，想吃鱼了也可以了，补村子就开始去捕。平常就用三角网就好了。想要吃的话。家庭的话就三角网。用三角网够吃就好了嘛，如果曼尼的这边呢，那个被毒的有没有影响身体？会不会说我们是半年吃的？老人没有听说过的。口外号反而很健康，有没有说会麻醉？不会啦，因为它的暂时性而已啊，就是会停留在。对。古代都没有听过是中毒吼。都没有中毒过。麻醉而已，麻醉而已，过了就好了。你那边的有没有在用清水洗干净？少温度。也要洗哈。毒鱼藤除了毒鱼，还有其他的作用吗？生比蛙啦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比如说用在肥料啊？没有。都没有。反正这个很毒啊，人家不能。其他的不敢尝试。没有了。会，如果把它吃一吃也会麻醉，可能没有人会去使用。谁要吃啊？对啊，没有人嘛。没有人会说去随便去。还要再用别的方法，没有在部落的话，谁会去采？以前。就是老人啊，没有机会了，就是阿公阿嬷都知道，然后他们自己去采集。都是反正想要去就是阿公阿嬷家里的人都自己去采就好了，没有分阿公。你去了，你有没有交代年轻人？大部分是老人啦。很方便的哈。如果我去了马来了，可以哈，随时随地都可以。不要就全部给他拔根的，没有就下一次就没有了。想使用的人就可以就对了，没有分说男女。说耆老小孩子百姓不能乱打，怕那个小孩子会中毒。比方娃娃不会哈。哪有娃娃老人都有交代哈，都有传承，然后不会随便去采。不会啊，他们这种东西老人都很了解，都有交代。都有交代。你原来竟然它有步骤吗？哪一根比较好就砍哪里？我要给它最好的，让那个鱼可以捕到暂时麻醉绳，它有没有步骤？比如说我要几公分？没有，还是我不要这个叶子，我只要这个根。它只要根啦。它只要根就好了，没有什么步骤。没有。没有说我先砍这个，明天砍那里，没有哈。没有。他要的那个。他砍那个刀，得落去他都可以用啊。根然后你搭上去都可以，整根。整根呐。整根都可以使用。根也要拿。他没有所谓的禁忌嘛？比如说，生小孩的怀孕的没有。还爱生病的没有。没有哈。它最难处理的是哪个部分？比如说很难种，最难处理。这个种可能那个根插到泥土里面，它就会长了。插枝哦。插枝的。它种的地方不是蓝蜜豆呀？是。插枝这个插进去就长了。是哦，那么生命力那么强哦。没有最难处理哈，只要用砍就好了。如果没都也很好。对呀，给它打碎。打碎呀，就是很方便。也没有
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种哪里的，以前的老人很普遍。很普遍哦。对啊，大家都在预备啊，我的家里要去土里的时候，自己都有这样，不会像别人这样。呀，不是要搬啊，拉麻烦，不会。不好意思哈。每个家庭、每个部落的人都会自己种植啦。因为有需要的时候预备，所以很方便，很好种啊，插枝就好了。那你就。你要种这个。要几年呢？可能2-3年吧。2-3年才可以毒鱼哦。对呀，它会长大枝啊。2到3年才会大枝，大根一点才会有够。哦，小小的，弄啊乱也不可能。对呀，是小小的。一定要。不会很亮，不会很多啊。而且呢，就几根就够了。对。那个时间通常在哪个季节采集？还是一年四季都有？都一年四季都有，都可以采。一年四季哦。它没有分哦，如果你不是说1年2次。因为土语，比如说我们查来的河，就只能1年2次。如不然的话，你常常先找另外一条河。读过一次，再等半年。半年才有鱼啊，那个鱼才会长大。对哦。有没有人冬天去捕鱼？都有。冬天也可以捕吗？夏天、冬天。冬天也可以，冬天会不会太冷？应该不会吧？因为冬天那个河流的水，那越小啊，梅雨季节的时候。台风天不可能啦，水太大了。太大了，那个溪水很小的时候是最好的。少的时候就最好了哈，不要嘛，长到什么时候就不行了，那不够了。通常在哪个季节？就是冬天、夏天就可以来使用。溪水很小的时候。可以溪水少。需要花多少时间啊？麻痹呀，定。10分钟。5分钟就。5到10分钟它就麻醉了。麻醉了。那就可以了。就很快。很快。那有没有什么解毒者？如果你不要帮它吃那么多，有没有办法解毒？自然稀释那个水。对呀，它放它就解毒了。就放着，就不要管它，水一直冲，它就活起来了。放盐巴可以吗？也可以啊，放盐巴是产碱咖喱不然。放盐巴产咖喱哦。以前石灰撒可以吗？也没有听过。反正盐巴产咖喱才有用盐巴地瓜粉也可以吗？还有一种是地瓜叶。地瓜叶那不得了的还有哪不点会解毒只有这2种。在河边捕鱼嘛，海边是不行吗？海边。除非你要用一个。海边。当就是也可以呀，小小的。也可以那个在河边、海边都 OK 嘛，只是要水少一点就可以。大的水，它的那个麻醉的效率不够啊。对吧？所以那个水越少越好。1年就2次，然后这个也可以自己种，然后就在自己部落的，巴扎啦，那地都有就对了。反正随便种，我妈田的旁边水里。给它种好几年都放着都没关系啊，不会影响到你的农作物啊。是的反正在边边嘛，悄悄不影响。事前要准备哪些材料？我们不要让你担忧，准备什么？刀子而已啊。刀子而已。大浪板啊。砍一砍就装在，然后蛋就背回家。就是拿麻袋也可以装袋子。农民捕鱼给他要什么工具？要木棍。木棍跟石头也可以的，反正它可以打碎。棍子、石头，主要是水地就是有木棍。给
给它敲碎。敲碎，然后要不要那个筛肚给它剁碎？不用，只要用手。对呀，它不会烂。它不会烂啊，它就是好像洗衣服这样啊，给它折。你洗衣服你要给它拔枝。然后不得进来。扭转。扭转，哦，这样才够嘛，哈，这样子。那里面的它的汁啦，这是白白的这样。汁是白的嘛，白色的，米白色嘛，哈。那现在用什么材料可以代替独一藤？三咖喱和独一藤有什么差别？三咖喱是不可化吗？三咖喱是化学的。化学的，只有化学的才可以代替独一藤嘛。三咖喱是比较毒。对呀，三咖喱。而且也禁用，少用。禁用。两者就是一个三咖喱要买嘛，这个要买。禁止使用。那是比较天然嘛，好，独一藤是比较天然又方便拿，又方便取得，只要自己种的，长大了就可以读了。好。最主要还是要种。最主要还是要自己种植。现在的马达这好像很少在种，就是被那个三咖喱取代了。现在又那个三咖喱又禁止了，现在毒语又不能读，所以破坏生态。对呀，所以保育类的林越来越少在种。比较没有人种，因为现在要钓鱼也可以嘛，时间长。钓鱼想吃多少就自己喜欢钓，还有三角网，再来就是这个。台面第三你挖到底，就是我们要把布浪嘛，丰年祭把布浪水，还有割稻的时候没把布浪，但是整村都已经没有事了噻，才去下去读，然后大家开心吃土地这样。第二站嘛，不山地嘛，反正就是要自己种它，要使用它，要3年以后才会比较大棵，太紧了嘛，才会有。会不会太大？这么大？会哦。哎，那嘟嘟。会。嘟嘟塞比嘟嘟哪里不像木头一样。它软哦。是像马赛一样。像马赛一样比较软。不会像一般的木头那么硬。不会的，那种敲不动啊。对呀，我想说用石头。马赛，它属于马赛那种的。马赛那个国语的才是，跟马赛一样，就对人家了，在嘛，爬藤类嘛，爬藤竹鸟，不是一棵树嘛，不是，马赛耶就对了。为什么阿美族喜欢用独一藤闪电？对生活有什么帮助？因为独一藤抓鱼比较快嘛，又比较多。快又多。所以阿美是比较喜欢。比如说早上、中午就可以有午餐了。哦。就早上去下肚，就中餐就有着落了。如果下午的话，就晚餐。通常阿美族都是早上吗？巴嘎拉都是利用中午吗？还是晚上？通常都是做整天。对。早上就去。中午嘛，一起吃，然后到晚上中餐巴嘎拉都是就是早上就这样去开始准备。那个要拿几天？很快嘛，把早来给他1个小时就多了。前几天这个礼拜才给他给他开烤火。我希望这个比较好，自己先不设。准备比如嘛，准备材料好了。对，已经放在家里了。已经拿了。通常都是前2天吗？以你的经验，还是1个礼拜前、1个月前？那这样时间要长是放着啊。放着，买张还比较晚长，买张还要2、3天，干等要3天以上，不能晒干，不能把它干。可以在旁边。
不能放地上，那娃娃啊，反正就是要独立的，所以它放在很安全的地方，不能随便。哦，马拉嘎，所以这样对我们的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很大的帮助？就是想吃就吃，就是方便要抓很多鱼啊，时间又很快，这样可以。就是这样可以哈。那你以前有没有用过？很小时候有啦，现在没有了，很少。到我们那个年代了，是用手啊，对啊，撒咖喱啊，不啦，对了，化学的。化学。对啊，那我们难怪很少去下毒，所以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害了。也不能天天啊，也不能时常。你说如果半年一次，什么是久久一次的，对人体就不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撒那个瓜，因为撒咖喱那个鱼都会麻醉了，光是人有没有听过用撒料会中毒？都没有哈。那就差不多啦，我们这个撒料从头到尾都已经都问了，有没有人用他的爸爸？没有，只有根啊。只有这根跟那个的啦叶，叶子也没有其他的作用。没有叶子都大部分都丢掉。好啦，一起去都问完，那明天我就试试看。好了。好啦，多看了我读一看有没有2、3条的鱼，会不会昏倒？那个毒语的阿美语跟毒语是一样吗？没有啊，瓦拉是毒语，所以这个我们的那个记忆课程应该是毒语的课程，然后毒语藤是它那个植物。对，毒语藤就是撒片。你说课程要毒语课程，记忆就是定成毒语课程，它的名称就是植物而已啊，就是一个毒语。那毒语藤还有可以用来做别的事，也不能吃。有别的功效吗？杀虫。没有，就只有那个在水面上而已。就只有毒鱼这个功能。在水里面而已。所以没有阿美族没有把它拿来当别的功能。给它烧啊，那个熏那个蚊子有没有？也没有。不能吃，也不能用其他的作用都没有。那它毒鱼的那个步骤是什么？就是把它敲，根把它敲一敲。敲到好像布一样。然后在水里面搓。然后把那个汁给它搓出来，像洗衣服这样给它扭半。要量要多少才能把它毒昏吗？还是要很多？要很多吗？应该有些老人他就知道呀，这个水越小的河流它的量。通常在河川里面要量要很大。大的水当然要很大。但是先把汁液弄好，然后再去煮，还是说在河里面这样敲？没有。他刚刚有说先放那个容器里面，先弄好，对，一盆是那个汁，一次放，一次倒下去。他说他在那个水的那个尾那边就要放一个很大的网啊，一次倒的时候那个鱼就昏了，1分钟2分钟就昏了，就跟着水流到那个网那个他们已经设好的下游那边，网已经架在那边了。他就直接对留在那边。剩下的还在旁边角落的就用手捞。用捞的。那可以煮别的东西。有啊，西虾啊。虾也可以。虾也会麻醉吗？虾会麻醉。这水里面的那个。大部分都会。这个最好抓就是那个鳗鱼。最怕这个。最怕这个。鳗鱼所以它很容易就会昏。对，那个以前那个秦霜家里那个产生咖喱那个鳗鱼还会怕。他说那个毒药化学的那个。白那个没有，以前那个人家那个。毒药以前我们。电镀用的那种。化学的那种，他不怕，然后这种他就怕。他说鳗鱼最怕这个，很快就
晕了，它也是会大小都跑出来啊。哦，它的吃那个鱼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坏处？所以我应该老人讲说，你们会先让它活过来，对呀，然后冲那个，然后再拿来煮嘛，不会说荤的，然后就直接，所以先用清水让它先活过来之后再拿来。稀释。他那个麻醉的时间只有10分钟而已。只有10分钟。你再慢的话，没有捞到它就活过来了。只有10分钟的时间，赶快就。所以最毒性最强的就是根。它的根。它这边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只是没有混。一起这样打。所有的一起打就对了。它叶子呢？叶子没有，就只有根跟茎。它的根跟这个，它这个枝子比较有效，就是整个。像树枝一根，它不是它像那个藤蔓，这样，整个它就好几根那样，哎呀。藤蔓就是这样很复杂，对，很复杂。它不像树。那这个到处都可以找得到吗？还是有特定的地方？以前老人都是自己种嘛。自己种。所以都随便地方都种得起来吗？就是你那个农地的旁边啊，没有影响到你种。就可以种。你长了整个都是这样。你用不完哦，所以很好长就对了。那我们现在好像都很难看到这个。现在的人不会用这个啊。不会啊，我们就以前都在小。所以你们以前都会先在自己家附近先种，然后要毒的时候再去弄采。50年代那时候我还看到啊，这50年代以后，像你们这样可能看得到。对啊，像之前要去找这个，好难找。这个是有人专门种这样，他也是去那个。那桃园坚石那个地方有在桃园这边附近有。因为他雅族以前都有用过啊，现在他的那个整个山都没有再开垦荒废了，都是他就给它放生了，就山上有的地方还在长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哪里有可以采。在哪里可以采？桃园有地方可以采。很近吗？你采的时候，你在现在河里用禁止。我们只要用试验呢。对啊，我们是做实验，没有说真的在河里毒。现在这个是违法的。对呀。是违法。但是这个又不是化学的，这个是植物。没有现在，反正这样哪里的河里都是风息啊，只能钓鱼什么都不行。不能用毒的，对。只能用。因为毒是这样一整批，它对呀，整个河里的鱼都里面的植物都死掉了，虾都死了，大鱼小鱼都死了。它不是只有昏倒而已。它就像昏倒，它也是认为我们这种是违法，因为现在鱼很像太少了，数量可能他就是觉得你这样子是一整批这样。对，整个赌的话，他们就不希望我们一个人来，下次那个人又要来。所以这个只有在河里面读，海里面没办法，水太多，水量太大。应该还搞一个小的那个水这样，也是退潮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用。哦，就是小池小池才可以啦。如果是太多的就不行。那一点作用也不可能。不够了。不够。在西边也是要等那个夏天水量少。少的时候不能那个。台风那个水很大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作用。没有作用啊。所以老人的智慧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时间，什么时间去读。水越少最好。哦，比较是水位比较少的时候，夏天比较干的时候，冬天比较干的时候。夏天很会台风，他们就不会。哦，所以要。梅雨季节，河里的水大。很急的那种。根本都没有作用。没有作用啊。对啊，那这样子 ，OK， 那我先回去。那我就是回去就要准备鱼啦，给它都拿。还不拿那个。是哦。2、3条鱼如果放过来就有效了，这样。然后你拿。那看我要计时，它麻醉几分钟。对啊。是你要拿这个，然后你拿一个碗啊，装
对呀，装水啊，我放在水里面就。不跟嘛。你应该是用一个脸盆。对，一个脸太大。对，一点点。的话，差不多半碗的水啊。他说也要是看水分。要放多水耶。不是，你要用在水里。如果你要很多条的，要很多量很大的话，才用一个盆子。你那个盆好几盆啊，这边一盆，那边一盆这样，或是一个盆，那分好几盆。像你教学生，我觉得应该你用个脸盆，然后一人就是敲完一根，然后下去搓。以前那个插秧那个放的单纯一点。那个就是放秧苗。秧苗那种有没有用木头这样子，好像那个。就是这么大的脸盆就对了。以前没有脸盆了，就是用那个插秧。所以以前装就是用一个容器，然后这样把它弄。他先捣碎，然后就放在水里面。放也是要捞一点水，脸盆那边也要有水嘛。你要放盐。在呀，这边对啊，要一点点水啊。要先放水，然后再开始给它泡过去浸泡，然后到最后就给它。那水会变成白白的吗？还是？对，它通常是好像乳白的。那个水可以放很久吗？就是你那个汁液可以说放明天我再拿去用吗？我们以前老人没有这样。不会这样子，就是马上就去煮。对，他们弄一弄，马上就放在水里，马上。所以应该可以试看看，放隔夜会不会有效的？以前没有隔夜嘛。没有。就是马上弄，马上就去煮。马上就可以。没有说先存起来一桶这样子，然后要去的时候再带去煮。没有啊。应该是马上就要使用。因为老人家现在吃鱼，他没有说今天晚上就开始，因为他那个手续很快，步骤很快啊。对啊。只要大家捣碎弄。不用很费工的。不用费工。以前做农的时间做很多工作做不完，看你还有时间去准备这个，然后再放水。他们要马上想吃鱼，已经等半年了。他们不能随地去赌呢，他们也是有那个伦理，也有那个季节呢。就是有特定的时间才能抓。不能随地。一个部落那个比如说哪一个家族已经赌了，另外一个家族再赌的话，还要等半年啊。对。是哦。还有鱼啊，所以就是要轮，不能说一直去，然后把那边鱼都毒死了这样子。都抓完了，那个河里面就没有鱼了。它还要再生长。所以你们通常都会规定说，这一家轮完再换下一家。半年之后再换下一家，再换下一家。对呀。哦。你一直赌它这个溪流也没有你那一场大，所以要换到另外一个条。要换另外一个溪流啊。溪流。哦，就先到另外一条。以前部落不是。那你们会做，大家都会知道说，这边已经读过了，这边先不要。会啊。对啊，他们都知道。他们都知道啊，部落而已。你今天做什么？人家都知道你们在干嘛。所以这样大家都会知道说，这边先不要抓，先到那边抓，这样。他们在下的时候，他们也在啊，也是会有人讲。然后抓完再分，就是因为那鱼会分给大家吃。对啊，大家吃啊。所以大家都有分享。做农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放工啊，比如说，今天做你的啊，明天做他的。大家轮帮忙轮流帮忙。对啊，分工合作。所以那个整个村子的人都在一起啦。你今天做什么？整个村一起，大工程都是一起呀。大工程才有办法去捕鱼了，一般的不会随便去抓。也不会个人去，就是大家一起去这样。好像个人好像比较会讲。这个是大家一起做的事呢。那是男生的工作吗？小朋友都一起啊，大家里的人。男女小朋友都可以去，都可以。全家出动啊，小孩子更喜欢啊，可以玩水。所以没有说这是男生的工作，就是捕鱼没有分。那八卦网那种就是男生才会去撒。对，那个要撒要技术。女生有在撒，也有。也有啦，除非他很厉害，他会。像我们就不会玩那个啊，那么长，你光到这边就很重。除非那个女生技巧很高大，她可以背得动那个铅呢，重。那一般那个三角网跟毒鱼抓的量很少。三角网抓很少，然后都是抓比较小的。比如说你要吃一餐，还有一个
人家点那7、8个人这样吃。想吃也会。就是一小盘这样子。啊，所以你们毒鱼就是很多，就是一整村或者是一整个部落大家一起吃这样的量。哦。对，他们都知道了。我们今天20个人就差不多拿多少就够，就他们的经验呢、经验值，他们也不可能整个都要毒死啊，那来一点就没有了，所以他们会有。会。好了嘛，好了，好，谢谢。